近日各大 Facebook 群組以及好多 YouTuber 嘅留言底下，包括小弟嘅 channel， 好多人仲討論緊，我哋可唔可以以打官司，甚至乎司法覆核嘅方式去說服，甚至強迫英國政府唔好將5+1變成10+1。其實呢啲講法或者想法，完全係 base upon 於仲係覺得英國係一個法治健全嘅社會，但係其實英國過去幾年嘅法治、判決執法嘅雙重標準，以及言論自由嘅收窄，已經不斷被人詬病。先唔講移民法原本就唔屬於國會或者英國法庭所受監督，佢只要喺 Home Office 嘅網站度出例就成為法例，而且冇追溯期。退一萬步嚟講，即使佢有追溯期，或者佢受國會嘅監督，呢個已經上升到政治層面嘅議題，根本英國政府就唔會同你真係有法治手段去解決。昨天5月21號其實有2單大新聞，第一單就係英國首相 Keir Starmer 重新安置對於老人喺冬天嘅燃油補助嘅同一日，其實一位極右嘅人士 Tommy Robinson 亦都被宣布減刑，提前4個月出獄。呢位 Tommy Robinson 亦都係一個好受爭議嘅人物，佢曾經係真正嘅英國納粹主義嘅 BNP British National Party 嘅成員之一。佢嘅一切言行舉止都係一位極右派人士，但係佢成為政府嘅眼中釘，係因為對於難民嚟到英國所受嘅厚待有所不滿而引起。佢去年2024年就以藐視法庭呢個欲加之罪被判入獄18個月，但係其實所有人都知道佢被判入獄嘅真正原因係因為喺網上發表關於敘利亞移民喺英國受到厚待嘅呢個言論。其實受到網上言論自由打壓嘅已經唔係個例。呢2日就有位保守黨議員席嘅妻子 Lucy Connolly 就變成其中一位受害者。佢上網發表 mass deportation 之類嘅語言，被判入獄31個月。好諷刺嘅係，一位對於13歲女孩性侵犯嘅男子，居然只係被判緩刑。英國而家打壓網上言論嘅力度非常之大。你發表一條唔恰當嘅 Twitter 或者 Facebook 言論，往往可以被判入獄1到3年。真係殺人放火，往往只係判緩刑。我哋睇下你下邊呢段新聞，到底英國搞緊乜嘢？If you think there's free speech in the UK, you're kidding yourself at this point. Exactly. Well, you know, this is the thing. I mean, look at the footage you see there on the screen. The police sent 6 officers to go and arrest a middle-aged couple for comments that they made in a WhatsApp group. Now, 其實呢對被捕夫婦所做嘅只不過喺一個私人 WhatsApp 群組裏邊發咗幾句牢騷，就講緊佢哋學校嘅招聘老師嘅方法流程可能有唔公平嘅存在出現，就出動6位警察、2架警車咁去拘捕佢哋2個。英國人民對於佢哋本身警察雙重標準嘅執法力度已經批評咗好耐。對於 LGBT 或者係以巴衝突嘅示威遊行人士非常之克制。但係去年喺好多酒店門外要求唔好將難民放喺酒店嘅示威人士執法力度非常之強大，由拘捕到定罪嘅速度係奇快，有啲只不過係1個星期。喺英國司法速度奇慢嘅國度裏邊，呢班人嘅定罪速度係真係匪夷所思咁快，而且全部監禁1到3年。佢哋監禁嘅長度比好多真正嘅暴力殺人放火、持刀行劫嘅罪行更加之高。有好多持刀打劫、傷人甚至乎性侵犯嘅人士，往往只不過係緩刑。小弟呢段片就同大家講，英國嘅法治其實已經開始崩壞，而且有好多政治事件已經上升到去想點判就點判嘅地步。多啲留意英國嘅新聞，睇返英國當地英文媒體。嚟到英國之後，唔好淨係睇返香港新聞，或者睇返香港嘅 YouTuber， 包括小弟我。但係其實我呢位小弟只不過係想將
英國嘅新聞原原本本咁講翻俾大家聽。我想講嘅就係嚟到英國之後，唔好再活喺香港嘅過去當中。你入到嚟英國之後，除非我哋本身嘅文化超級強大，例如蒙古當年嘅元朝，唔好覺得英國人會對香港人有啲乜嘢特別嘅睇法或者看法。到底我哋何去何從，其實係我哋自己去決定。今日講到呢度先，我哋就下期再見。